各位弟兄姊妹、同行者、支持者，你哋好，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禱告、奉獻同支持，因為有你哋同行，我先至可以繼續喺日本服侍。大家分享兩個我一直有參與嘅事工，第一個咧就係我自己主領嘅染髮事工，同埋咧與隊員合作嘅無家者派飯事工。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染髮同派飯其實係一件好普通嘅事情，但係神呢就透過呢啲好平凡嘅服侍，慢慢咁樣打開日本人嘅心，讓佢哋感受到耶穌嘅愛。染髮事工對於我嚟講，唔單止係幫人染頭髮，更加係一個傳福音同埋建立關係嘅平台。日本人好多時比較慢熱，需要時間建立信任。染髮咧，其實需要2個鐘度啦。咁咧，我哋可以一路染一路傾偈。好多姊妹咧染完頭髮之後咧，都會笑得好開心，同我講：哎呀，今日真係好開心啊，好靚啊咁。我相信咧，神唔單止咧令佢哋個外表變得精神，更重要嘅係醫治同埋安慰佢哋嘅心。直到而家為止咧，我已經服侍咗超過50人次。包括咧未信主嘅日本朋友、宣教士同埋咧教會服侍嘅姊妹，我感到咧神一直咧一步一步咁帶領呢個事工。之前咧我曾經喺金澤咧同石川同埋富山團隊嘅姊妹咧舉辦咗染髮訓練，希望咧更多人可以藉住呢一個方法去接觸日本人。之後咧我亦都去到能登半島嗰度服侍地震嘅災民咧，服侍咗咧21人次。最近咧，我開始去善終中心嗰度咧，同病人畫畫，見到病人咧，其實佢哋都中意咧搽指甲油，令自己開心靚啲。所以咧，而家咧，我一路祈緊禱啦，希望神開路，將來可以喺善終中心嗰度咧，同病人染髮，可以透過染髮嘅過程裡面咧，令同佢哋傳福音啦，同埋咧可以令佢哋變靚啲，安慰佢哋嘅心。另一個咧，我每個月都會參與嘅就係無家者派飯事工。我哋每個月一次啦，去到公園度派飯俾無家者同埋有需要嘅朋友。除咗派飯盒之外咧，我哋仲會提供咧舊衫啦，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做運動、有表演，同埋咧我哋會同佢哋傾偈、關心佢哋，同埋為佢哋祈禱。我哋希望咧，佢哋唔單止攞到一個飯盒，更加咧能夠感受到咧有人關心佢哋。最重要嘅咧就係讓佢哋咧感受到耶穌嘅愛。最感恩嘅係我哋真係見到神改變生命，有人由無家者開始慢慢信主、受洗、加入教會，而家仲喺嗰度咧開始服侍其他人。飯盒嘅數量亦由以前嘅20-30份，而家增加至100份。好感謝神用呢一個事工，讓更加多人嚟到呢個事工裏面咧，去享受經歷耶穌嘅愛。我最初加入嘅時候咧，只係幫手剪飯券啦，預備飯盒。慢慢咧，神俾咗多啲機會我，而家咧我可以幫手咧安排整個預備嘅流程啦，包括安排義工啊、分配工作同埋打包飯盒。每次派完飯之後咧，我都會揾參加者咧傾下偈，關心佢哋。如果佢哋願意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為佢祈禱。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小玉。小玉咧60幾歲，身體狀況咧唔係幾好。佢曾經做過2次腦部手術啦。咁而家咧一個人住，同屋企人嘅聯絡亦都唔多。不過咧，小玉好熱情嘅，佢每次見到我咧都走過嚟攬住我。同埋佢煮嘢食好叻嘅，佢有時咧會帶自己整嘅飲品啊，同埋小食咧會同我哋分享。近排咧佢開始返教會嘅查經班，亦都咧願意咧接受我哋為佢祈禱。有一次咧，我哋為佢身體祈禱之後咧，佢好開心咁同我講，佢話佢成個人舒服晒。咁我知道咧，神開始喺佢生命裏面工作。更加感恩嘅係咧，上個月咧佢主動同我交換聯絡方式。請大家繼續為小玉祈禱，佢8月咧會接受手嘅手術啊。咁求神醫治佢嘅手啦，個手術順利，同埋咧完全醫治佢嘅狀況。更加咧希望佢
經歷耶穌嘅愛，同埋咧得到全人嘅醫治。另一位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小日。最初我哋只係講下天氣啊，傾下食物啊咁啦。咁慢慢咧，佢開始願意同我分享佢嘅心事。咁咧，原來佢每次攞飯盒咧，都會攞翻去同佢90幾歲嘅爸爸分享，因為咧佢覺得咧我哋個飯盒咧係美食嚟嘅，所以咧佢好想佢爸爸咧同樣食到啲好味嘅嘢。咁有一次咧，佢主動咧問我你教會喺邊啊？原來咧佢同我分享佢以前咧曾經返過教會嘅一啲嘅經歷。咁喺4月份嗰次啦，佢同我哋分享佢爸爸身體唔舒服，願意咧俾我哋為佢爸爸祈禱。祈完禱之後咧，佢好驚訝，佢話點解祈禱嘅內容裡面咧會提到一啲只有佢自己知道而從來冇同我哋講過嘅事情？咁於是我就同佢分享啦，因為耶穌好愛你啊，好愛佢，神咧好認識佢。我即時咧就邀請佢信耶穌，但係咧到佢後尾回答翻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需要多啲時間。咁我繼續咧繼續為佢信耶穌祈禱啦。咁之後咧佢生日喎，咁我送咗份生日禮物俾佢啦。點知下一個月咧，佢買咗份咧比我份禮物更貴嘅禮物送翻俾我。咁當時我有啲真係唔識得反應啊！我唔知道咧，原來送生日禮物日本人都會回禮。咁而當時我反應可能令佢有啲尷尬啦，所以咧佢走嗰時冇同我講拜拜，佢就走咗。咁而家咧，其實我準備咗張卡啦，向佢道歉，同埋咧買啲手信俾佢嘅。但係好可惜咧，6月份咧嗰次派飯活動佢冇嚟到。我希望佢唔係避開我啦，請大家為我哋嘅友誼祈禱啦，希望神咧繼續建立我哋嘅關係，讓我真係有機會咧將福音帶俾佢，同埋帶俾佢爸爸。透過呢2個事工咧，我相信咧神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好細小、好平凡嘅事咧去改變人嘅生命。一次染髮，一個飯盒，一句關心，一個禱告，神都可以使用。我好感恩可以成為神手上嘅一個小小嘅器皿。而家咧好想邀請大家咧為以下嘅事情祈禱。第一咧就係求神繼續為染髮事工開路啦。第二咧就係請大家為小玉8月份嘅手術，同埋咧希望佢咧經歷耶穌嘅愛，同埋咧全人得到醫治。第三咧就係為阿小日咧祈禱啦，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做朋友，建立更深嘅信任，同埋咧佢同佢爸爸都有機會認識耶穌。跟住咧就係喺未來嘅日子，我希望能夠見證到更多日本人信耶穌。邀請你哋咧透過奉獻嘅支持啦，與神同工，同我一齊咧邁進神喜悅嘅宣教使命當中。再次衷心多謝大家。其實我唔係一個人喺日本宣教，你哋每一個禱告，每一次奉獻，每一個鼓勵，都成為呢個事工嘅一部分。願神繼續使用我哋，將神嘅愛帶俾更多嘅日本人。多謝大家，祝福你哋，一切榮耀頌讚歸俾神。